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类嘅节目。哇，今日大家来分享而家冻虫哦，嘅医疗咨询哦。大家有試到過，哎呦，三四要試到，哎呦，兩胃痛又解胃痛，唔啲係心肌痛，係講，係咩骨頭哪邊有乜嘅關係啊？就係切頭有乜嘅關係？今日是好好了大家來討論呢個問題嗬。所以你就請到嘅醫生咧，來賓係，你做呢講係兩骨神經專家嗬，大家來分享佢嘅係呢個王宜玉先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王宜玉。啊，分享先生哈，医师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。上次来应该已经是用年来算了，对不对？很多年2年前，大概三年，对，真嘅，先生係董細年，对，所以妈妈係董細年，对，所以講係胎部窮。对，可是现在很少用客家话讲，对，现在很少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第一次访问医生的时候，医生那时候很努力，还用那个董細窮，同大家用胎部窮同大家來講客家話，其實尤其是要講這樣子醫療的東西，那時候也是太困難。可是問候其實沒問題，對不對？就是很簡短，大概幾個單字可以。對。可是因為其實胎部窮糖血有冇窮跟米湯，那個味道很不一樣。對，唔講冇想講哈，基本嘅貼片來討論呢，其實我們知道黃醫師是我們說是脊骨神經專家，對，骨頭對我們來說真的好重要哦，脊椎它就是骨架，我們身體如果把它當一個房子來看的話，它就是那個鋼筋，對，然後肌肉是那個水泥，所以如果你的鋼筋是歪的，你的房子就不穩了。對，所以我常常有時候人家說，你黑眉給兩個有側彎，我都好緊張哦。對，就要調整姿勢。所以，故事哈，今拜看到黃醫師的時候，我都要稍微坐正一點，因為醫師說坐姿很重要，對不對？沒有錯。而且大家很容易忽略。对，因为像比方说有一些姿势，你就是坐的歪斜比较舒服。对，一开始的时候或者你躺的歪歪的，就是比较舒服。可是它其实就是前面的舒服，但是后面可能会衍生很多其他的问题。对，好。不过今天有个更重要的问题，有同大家的討論哦。有時候很多人講，比如說青頭嘅夫人家呀，我們說中年也好，或是中老年，大家會知道，哎呦我這裡痛，這裡痛啊，檢查又檢查不出來，然後他們很容易就會說，會不會長骨刺？他們很容易就這樣說。到底什麼是骨刺？骨刺啊，它其實是一個俗稱。如果說我們拿醫學上面的名詞，它叫做退化性關節炎。所以意思是說，它其實是關節發炎的一個表現，然後它造成的原因是因為退化。好，那什麼叫做退化？就是骨頭跟骨頭它會構成一個關節，關節如果它的空間其實要夠，那如果它不夠的話，就會就是變窄。對，變窄之後，它裡面的壓力就會升高，它有可能壓迫到旁邊的組織就會痛，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叫退化性關節炎。那如果說它壓太多的時候，那個骨質增生往旁邊，長得像刺一樣。對，所以我們在有時候我們在片子上面會看到。看起來很像刺一樣，在邊緣的地方就會叫它骨刺。對，所以其實就是退化性關節炎。就是退化性關節炎。對，因為如果我們不了解說，我們大家有那個骨刺，好像骨頭突然多長了一根刺針或什麼的。對，所以其實它就是因為它擠壓，所以它旁邊增生，就對，它壓迫到神經就痛，對不對？沒錯。不過一般人就會說，哎呦。我這樣會不會有骨刺，或者是那樣會不會有骨刺？因為退化性關節炎感覺上是現代人蠻普遍的一個疾病，沒有錯。對，所以到底骨刺的成因？成因的話，它其實最常見的一個是跟姿勢有關，對，另外一個跟重複性的活動，比方說像我們會看到說有一些一般人不會長骨刺的地方，運動員就會，譬如說棒球選手，他們手肘就有可能長骨刺。哦，真的？對，可是一般人就不會。那一般人長骨刺都是跟受力有關，所以如果說你反覆重複做一樣的動作，然後你的姿勢不正確，不管是運動類的還是不是運動類的，那你都會有可能會造成它的過度磨損。對，那磨損多了，比方說像有些人他們可能經常性去跑步，然後他沒有去特別做暖身，沒有做緩和，那到後來的時候，他膝蓋可能就開始有一些不舒服，我們就會看到有一些跑者，其實他退化，膝蓋的退化會提前。
对，所以其实还是看你怎么去使用。如果是有一些不适当的运动，然后姿势上面的错误，就很有可能有这个问题。那我们之前也有看到，就是比较年轻的女生，因为后来智慧型手机，对，然后呢，像高中生，甚至17岁就有退化的初期表现。对，是哪边？譬如颈椎颈椎，对，所以就是，然后像早期竹科工程师，他们可能就是还不到30岁，开始腰椎就退化了。对，所以其实它就会跟你的反复性的使用、你的肌力不足，然后你的姿势不正确，都息息相关。这听起来很恐怖大家都这样，因为你会知道那都是大家在不自觉就发生的。因为刚刚医师有说，你说现在滑智慧型手机，你知道压丑拱茶，然后丑掐晕，然后真的你在车厢这样坐着。全部以前人是看报纸，对不对？或是假装很有气质翻书，有没有？现在是每个人都按有你挖个树底或者说你胸口那有时候这样子1小时2小时就过去了，所以这边很有可能就造成一些颈椎，而且你有没有感觉？因为你可能很专注的在打电动或者跟人家聊天，对，然后颈椎的不舒服你都没有感觉，可是到后来，比方说晚上，我们很常看到晚上才开始，或者是比方说所谓的晨间僵硬，就是我到早上的时候一起床的时候特别紧、特别僵硬、特别紧绷，对，这些就有可能。所以我觉得真的胎嘎要注意因为大家都想说那可能是。中年人或是老人家，他们以为就可能因为你老嘛，老当然身体机能会骨头会有一些退化嘛，就会知道说因为你老骨头你控呢，用退化性关节因为老人家，可是你嘿真的，你听医师讲你就知道你的姿势好重要对不对？不过。有时候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事情，像刚医师说，有些年轻人去看是颈椎，不过胎卡会知道有时候这边痛，神经痛，可大家不太知道，那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，或是有可能是骨刺，因为不同的部位其实症状要某种用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最常会产生骨刺，就一般民众特别容易有骨刺。如果你不是特殊的运动员或是模特儿等等，那你最常发生的就是颈椎、腰椎、髋关节跟膝关节。一般来说，那为什么会是这几个部位呢？因为颈椎它都是受力的关节，所以颈椎它要负担我们头的重量，腰椎要负担我们上半身的重量。好，那为什么胸椎会没有？因为它从上往下，颈椎、胸椎、腰椎就是一直往下。胸椎不太会有，是因为我们有肋骨。好，肋骨它会去协助支撑那个受力。对，好，所以因为肋骨的存在，就会让胸椎比较不会有退化性关节炎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髋关节，大家听到常常换人工髋关节、人工膝关节，这个最多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往下，它要承受更多的重量了。对，所以这些部位就会很容易因为一直的压迫，然后它就会出现退化的问题。对，那如果关节真的都很磨损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。那如果从颈椎开始，它如果压迫到神经，手这里是最常出现有些酸麻无力，或者是对，然后比方说拿碗的时候，没有力气，好像这些都很常见。然后如果是腰椎就是往下，那所以从腰部不舒服到臀部，然后有些人说坐骨神经痛，对，这个名词真的广告中坐骨神经痛，对，就是它其实就是坐骨神经，它是一个很粗的神经，如果被压迫到产生疼痛，就叫坐骨神经痛。对，好，那坐骨神经痛可能很多时候跟腰椎会很有密切的关系，对。然后如果是往下。到髋关节走路会开始有一些辛苦，有些人走路比较拖，或者是有些人走路很重，对，就是像这些表现，有时候都是因为关节已经出问题了。对，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是，给不同给朋友大椎骨给史杰基，很年轻他就说，医师说我的膝关节不好，我说你这么年轻膝关节就不好，他说因为然后你有低位一款形象，就我喊路给史杰有没有？给气条被咯响。他就说会，他说有时候动一下就会咳。对，他说你会吗？我就在想说，我动的时候我的关节有没有发出咳的声音？所以其实像这有可能，对，是退化的初期。对，因为我们通常如果已经到有疼痛的话，大概是中后期，但是初期的表现就是一些似有若无的问题，譬如说上下楼梯比较辛苦，就是爬楼梯觉得腿怎么那么酸，对，然后或者是蹲下来起来的时候会有咔咔声，或者是有一些女生，比方说用公共厕所蹲式的，对，蹲下去就起不来。
对，像那些就是一些初期症状。那真的大家要注意耶，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，可能是因为自己很久没运动啊，其实有可能，我觉得当你那个按有就贝尔斯共你一定怎么样，或是，但是就是这是提醒大家，有时候我觉得身体就是自我观察。对，如果说你还很轻黑，我想比如你嗓子朗声，你大沟黑压有，你就知道你的气头会有一些乖问题。刚刚医生讲说你蹲在那个厕所蹲很久会起不来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膝关节有一点点初期的退化，就变成说你的大腿股四头肌这边它的力气是不足的，它没有办法去协助你的膝关节做支撑，就比较容易有一些退化的问题。这听起来真的还蛮电影讲哦，而且有时候其实。刚才有讲到，像运动员也会手这边，我其实是蛮惊讶的。对。然后刚医生有说到模特儿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可能一定要维持某种姿势。很多模特儿在拍照的时候，那个姿势它不符合人体工学，可是它很漂亮。对。那我觉得人类很有趣，就是你看，人姿势很不符合人体工学，你够给轻讲，然后结果带来的后遗症可能就是跟你的。对，因为甚至他们拍照有时候要停在某一个姿势比较很久。对，那其实对他们不管是腰椎也好，或者是一些活动关节都会很辛苦。对，你看，太家堂时常讲一些太家有发现可以时常讲到，如果说你有可能是从事某种职业，你有可能会以为职业伤害所造成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就是一个上班族，我们坐办公室的，是不是也会影响很大？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姿势，也会。其实只要久坐久站，同一个姿势比较久，这些都是高危险区。对，那我们会看到像有一些职业，譬如说老师，譬如说空服员，他们在走路的时间就会很久。那我们刚刚提到模特，他们穿高跟鞋，有的要穿到非常非常的高。对，那一般有时候像甚至年轻美眉，她们可能出去玩的时候，为了漂亮，她们就会穿比较高的高跟鞋。这个其实会让你的腰椎会有一个很大的弯度。对，这个弧度变大的时候，也是会比较让身体会有这个退化的表现。对，像亲朋友节目都聊大家听从时期的哇，听的就是收获很大哈。还有动改自省啦问题，等下好大家来讨论一下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转来。欢迎走的绕墙的王一牛欣赏来到聊片，意思你要常来啦。对啊，这个两个骨头按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一下，这样走的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分享的就是其实是我们人体常常会发生的问题，或者是很重要，可大家都很忽略，因为这个跟我们吃东西不一样。有时候我们在讨论肠胃的问题，好像大家就会好像很重视，有没有？吃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问题？不过讲到骨头的问题，大家很容易忽略。可是它又在生活里面，你可能因为不良的习惯或是职业，你就会发生。像刚才醒常有更多，像你说久站醒常要走不对，老师站很久也会有问题。对，那我们会看到站很久，大家都会一开始想说啊腿会肿啊，然后要穿特殊的袜子啊等等。对，那这些东西是它很明显的，可是有一些比较不明显的，就是容易被忽略。就譬如说我们站很久，你在那个当下腰很酸，你回到家洗个澡舒服了，然后你就忘记它了，对啊，因为就好啦，就缓和了，对，感觉就好了。那其实我们这些都算是生活中的警讯。如果说你今天很容易就是回到家，你就觉得腰好像很不舒服，然后你一定要就是斜坐沙发，或者一定要冲个热水澡才会比较舒服，那都代表说你的肌肉在僵硬的状态已经很久了，然后只是身体它很聪明，它去协助你去用别的方式去支撑你的身体，所以久了之后就会有这些问题。是，对。那所以我们会看到，我们会说骨刺的高危险区，第一个是年纪，年纪一定是一个变因，就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，如果说你没有好好使用你的关节，就比较容易退化。可是不是每一个中老年人都会退化哦，所以就是要看你怎么去使用，你如何保养，你如何使用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人他们像国外有一些那个影片，我们会看到90岁的阿嬷做瑜伽啊，然后或是跳国标舞，对，很周的，对他们都很挺，所以其实就是要看你怎么去保养你自己的脊椎。对，那家庭主妇的话，我们会看到就是一样，就是一些负重的工作，然后跟其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位，坐办公室久坐久站，然后电脑或者是一些就是重复性的像作业员等等，他们都会因为姿势的关系，因为重复性的使用，然后会让我们的关节比较早
去退化。对，所以真的要注意。所以就像医生讲，黑宫晕通还是要做暖身。对，没错，暖身跟缓和也很重要。对，而且暖身这件事情，一样别太嘎公有些人的暖身很激烈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像我觉得我听最多的，我是说那种退化性关节已经确诊的那个不算，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某一开型上，不过就会讲啊，我去跑步，不过跑步可能跑3圈，我的膝盖就受不了了。对，很多。然后他们就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那还能跑吗？以后跑步这件事情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跑一跑会不舒服，你要检视几个环节。对，一个是鞋子。对，因为很多看到鞋子它的底啊太软了，很多人喜欢那种很软的鞋子跑步，其实它没有办法去保护你的脚，那没有办法保护你的脚，你的力就往上冲。是，那第一个会冲到的就是膝盖。对，好，所以鞋子一定要注意。再来是你是什么样的，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跑步的环境。那譬如说像有一些操场的那个它是比较柔软，它弹性比较好，你就不要再去用气垫鞋去跑，因为它就太端了。是，对，那很多的力气就会往上又冲了。所以如果你今天你习惯的跑步的环境，你要去 match， 就是配合到你实际用的鞋款。对，然后在跑步完了之后，一定要做缓和，缓和就是要做伸展。那譬如说，其实我也很建议大家工作完了之后回到家也做一点伸展。好，因为它都是在长期的姿势里面，让你的肌肉固定在某一个收缩的角度，所以你就是要让它有一些延展，有一些收缩，就是可以这样减少一些就是关节的一些压力。古手讲哎，黑公你黑第一步哈周 C 给你哈，有时候伸伸懒腰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伸伸懒腰，黑公你黑大大轻就要抽给办公室的，我觉得真的像医生讲的，你对我觉得就是站起来动一动，所以等一下录影完毕，我们2个要站起来动一动，因为坐很久。对，可是就是高危险群，你说有镜头给你们讲，我只觉得怪怪的，可是没有人会想到说，我是不是有可能神经就是骨头退化或是退化性关节压。说我们已经变成骨刺，所以其实就是去看医生做诊断。诊断有很多方式。对，我们在看我们不建议大家自我诊断，因为很多人譬如说他觉得说他的有高低肩，他说那我是不是有脊椎侧弯？然后我的腰很酸，那我是不是有坐骨神经痛？对，我们会自我判断。对，就是那其实这个东西尤其是骨刺或者是关节炎相关的，你一定要去有一个影像，有一个客观的影像去做判别，最精准，对不对？对，或者是神经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要从影像上面去看。那我们初步最基本的就是，如果你今天有一些明显，然后长期没有办法解决的疼痛的话，对，那你可能第一个最初步的就是照 X 光片，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检查。好，那照 X 光片完了之后，很常看到一个状况就是没有啊，你的脊椎很漂亮，对，都很好，检查不出来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如果你还是有持续性的不舒服，譬如说你真的觉得你的脚都是麻的，你的手都是麻的，或者是你有发现说，就是你在翻身或已经影响到睡眠了，或者影响到活动，那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检查，就会是断层扫描，对，或者是核磁共振。是这2个呢，它其实都是除了骨头，其实在 X 光片我们看的是骨头，哈，因为大家有印象 X 光片的话，就会知道说骨头比较白，然后其他地方黑黑的。对。好，那断层扫描跟核磁共振呢，它的好处是它连软的东西都看，软组织都看得到，所以它看得到你的神经，看得到你的脊髓，看得到更仔细的一些结构在里面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有看骨头，你不确定它是不是有软的东西，比方说椎间盘有一些压迫，但是你看到更精密的检查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得到很多，包括肌肉啦，包括神经，你就看得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做更精密的判断。那这些判断呢，基本上我们一定是从比较初期的判断开始，就是确认一下骨头有没有断掉，骨头有没有什么样的排列不整齐。如果都没有，我们再去做精密的检查。是，而且泰嘎堂形常共都有嘛，也从初期到很精密的检查。刚才我们听到一个关键字，会不会有椎间盘突出？对啊，因为泰嘎说骨刺压轻，我觉得有时候现在很多的那种疾病已经变成很流行的一个名词了。对，就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椎间盘突出？听起来是一个很复杂的字，椎间盘突出，它有轻难，对不对？这跟骨刺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我们
常会把它混为一谈，因为它其实算是年轻版的骨刺。对，为什么叫它年轻版的骨刺？是因为发生的比例来讲，年轻人比较多。好，对，那通常退化会是中老年人，可是椎间盘它是年轻版的这个骨刺的表现。对，好，那什么是椎间盘突出？椎间盘呢，它就是脊椎，它就是一个一个骨头，一个骨头。好，那一个一个骨头的中间，它要有一个cushion。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，好像可以让你有一点点保持平衡、避震的弹性的东西。对，那这个避震器呢，它其实它作用避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有很多的压力震荡，很多的瞬间，对瞬间的一些压力。比方说，我们今天从比较高的地方跳下来，对，那个时候会有一个需要避震稳定的，是对。那这个呢，在脊椎就叫椎间盘，在膝盖就叫膝软骨。好，就是它其实是一样的质地的东西。它就是结缔组织，这个结缔组织呢，它用来去承受负担、承受压力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呢有一个很大的撞击，然后让这个椎间盘破掉了，它就会凸出来，就叫椎间盘突出。好，那有的时候呢，它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外力，因为你负压其实身体里面的压力也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如果你平常椎间盘已经比较弱了。然后什么叫比较弱？就有一些酸痛了。结果你今天打喷嚏，然后有一个比较负压升高，也许你就椎间盘突出了。哇，那所以打喷嚏要很注意，要小心，不能恣意的就用力的打喷嚏。你可以让膝盖弯曲，就是让你的空间负压不要瞬间升高那么多。对，那像咳嗽、打喷嚏都是很常见，就是怎么我打完喷嚏之后，我的腰就开始痛，我的脖子就开始痛，它都是一个瞬间的升压。是，对，因为刚才喜长爹讲给谁，大家有看到那个图，对不对？就是脊椎跟脊椎中间的那个。欣赏说的就是那个避震器，对，那个椎间盘，对，如果它影响，它可能就破裂或突出，对，就会是椎间盘突出，对，椎间盘突出的话，它通常就是会有一个往后挤压的角度，那个会跟脊椎本身的位置有关。那它如果说往后，为什么它突出之后会感到疼痛？是因为旁边有很多组织，包括韧带，然后包括脊髓，包括神经，那就看你压到哪里。好，那有些人呢，他突出之后。很幸运，什么都没压到，所以他也不知道他有椎间盘突出，没感觉。对，那像这种也常看到哈。那所以就看你实际上压迫的位置。如果最明显的症状是压迫到神经，所以你就会有那个腿整个下去像闪电一样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就是时不时的这种很剧烈的触电的疼痛。对，就是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蛀牙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蛀牙没有碰到神经，不会痛。没感觉，对，可是你碰到神经就会抽痛的感觉，这个我有经验。对，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它只是发生在我们的腰部，然后如果你碰到神经了，腿就有感觉，或者是如果压迫的比较久，你腿开始没有力气，因为你走路就会痛。对，所以它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要注意，也许是因为椎间盘的关系造成的这个压迫。真的耶，一路这样子听下来，台大 U 堂懂吗？其实骨刺跟椎间盘突出听起来很接近，可是它当然有很细微的区别。对，我觉得一样的概念，它一定跟你的姿势有关。对，医师刚刚讲，比如突然间的那个压力，比如说你突然往下跳，对，或是不当的搬重物，或是退化，或这边讲外伤，其实都会影响。我们之前就看到一些案例就是年轻人他平常也就是正常的在活动，对，然后呢，可能就是过年前大扫除要搬那种比较重的家具，帮那个长辈去搬那个，然后蹲着这样一起来腰就不会动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我听很多对，很多同事也是，他说我今天腰很痛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就昨天要大扫除，一搬那个桌子，对，腰就不会动了。所以那有可能跟你的椎间盘突出有关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有时候他可能躺了2天，就好了，他就没有特别去做检查。是，可是。这种状况，它可能就是第一次发生。有些人叫它闪到腰，可是如果是年轻的版本，然后而且你的那个范围又扩及的很多，然后你痛到非常的剧烈，
它可能是你第一次椎间盘有往外突出，那不见得它有很大很明显的突出，它可能是轻微的。对，等到你在第二次又做了一样的事情，它可能就压得更多。是，到某一天，它就会压到你神经的位置。是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就是比较长期，就是想说，为什么第一次会好？为什么第二次会好？为什么第三次不会好？对。我听黄医师讲，越讲到心坎儿里哈，越听越觉得对。好，可是干用个山嘞，有没有嘛？个缝隙做得起了，然后耳风咧，请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就上来。今日绕墙头风线上那个节目地图，然后大家在讨论哇，你骨头感问题，你讲两骨，我觉得脊椎真的太重要，就像它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个钢筋水泥那个骨架。不过现场有讲到，比如说有很多人大扫除给时间，因为你给搬个东西，一搬，哎呦，油骨闪到，很多人问你要不要，哎呦，我一般说，我腰闪到，不过现场有特别强调，其实你可以弄人家，有时候连他青壮呀，还有伤你呀，不会什么。基本上基本应有清通啊，中午在上班，因为从本你扫地的时候搬桌子一搬就不会动，所以其实这个是不要轻忽它。对，如果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的问题，对，然后有可能它是第一次发生有些人他们就是一开始发生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躺2天好像自己会好，的确身体它会有自己修复的能力，对。可是如果你经常性的就是会有这种不舒服，还是建议大家要去看医生，对，早期治疗。前面讲的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做的一颗 X 光，然后还做比较精密的检查，看都在很用那我要发问一个问题：椎间盘突出会好吗？也一样看程度，对，看它突出的程度。那我们其实很基本的就是你在做治疗的时候啊，你一开始用保守性的方式，对，那保守性的方式包括就是一些，比方说吃药，对，就是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先吃药，它是舒缓你那个不舒服，就不要让你影响。有些人是痛到睡也没办法睡，站也站不起来，对，然后躺也不舒服，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让自己先舒服一点。那当你能够走出去之后，就建议可以做复健。那复健的内容它会包含很多，所以它就是有不同的项目，它有不同的目的。那比方说你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做热敷，热敷是为了舒缓肌肉的紧张，是好。然后像超音波、电疗这些，它比较像是能够去赶快消炎，因为你在初期在发炎的这个状态，就是很痛的这个状态，要赶快让它消炎，所以它是用物理的方式让它消炎。那如果是吃药的话，是用化学的方式让它消炎。其实它的目的性，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。对。那有一些人他会说，那我去拉脖子，对，我去拉腰，就是去复健中心，你可以这边按钮你嘛，你去拉一拉这样子。对。那拉的目的呢，是希望我们关节它是会活动的，我们借由外力让它空间更展开。那这个也是 OK， 只是呢要提醒大家，因为有些人尤其是长辈妈妈、长辈叔叔他们拉的时候会痛。然后都不讲，然后就觉得说痛才有效。我觉得推完你真挺轻抖黑按钮，你就会知道按钮在有耗有没有？对，就是要拉，好像有感觉，有感觉就是觉得有被强力拉的感觉。可是如果你在拉的过程感到疼痛，其实你要马上反应给你的治疗师。对，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拉的角度或者是力量也许不对，才会感到疼痛。所以会痛的话，你就要马上反应，是不行的，基本上是不太对。他拉的时候，你应该只是会有一些被拉扯的感觉，可是不至于到疼痛。对，然后所以这个就大家要注意。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是一直做很多事情，然后你很努力的去复健，可是都没有好，或者是麻的感觉更剧烈，也许你的问题是更严重的，不管是你是骨刺的问题，还是你是椎间盘的问题，也许它的压迫真的是太明显、太剧烈。或者如果是骨刺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中医说有那个软骨嘛，还有说骨头跟骨头都碰在一起了，它已经很严重，已经磨损，所以它的骨头经常性的在摩擦，经常性的在受压，那个时候也许做复健已经效果不大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建议说，也许要用手术的方式去治疗。因为有轻度原因，你就像现场讲的，他有时候最后会手术，比如像膝盖，我们用气腿为做比喻好了，他会换一个人工关节，对，那就是因为已经很严重了，已经太严重了，来不及了。
对，就是它没有逆转的机会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可能变成就真的要手术。可是我还是要呼吁大家，就是你一定要到真的很不行的时候才这样吗？再去，对，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有好多事情可以做，有好多的时间，然后你都可以有感觉的时候，你就多去注意，多去，对，它就不会到那个阶段。然后如果已经真的磨损到一个就是很糟糕的状态，那只好去手术。术后完了之后，你还是要让身体活动，所以你要做一些术后的复健。所以就是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，有一些适度的运动。那在包括水疗，就在水里面走路啊，活动啊，不一定是真的要游泳。然后或者是增加一些腿部下半身的力量，让这些肌肉能够有力气去支撑你的身体的重量，那就可以减少关节很多的压迫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，青董给你去看心脏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，心脏会说，你注意一下你腿部肌肉的力量。对，因为很多人会忽略，很多人就会知道骨头很重要，没有错。可是大家会忽略，其实你的肌肉的那个力量跟那个承受，其实是大家常常忽略，可是却很重要的。很重要。对，而且我们用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泰嘎讲的肌耐力。对，就会你有给种肌耐力嘛。其实有些人是没有肌耐力的。对，不要提手，就是脚就很重要，因为你要整个承担你身体的重量。什么？我们有看到很多长辈妈妈，她走过来，你会发现她的身形啊，她身体厚厚的，肚子大大的，腿就细细的，然后就是只有关节那个膝盖会比较肿胀。对，那个一看就知道，因为她的腿太没有力气，可是她身体又太重，然后又没有那个持续的运动，所以就会变成她的身体就是圆圆的，然后2根脚细细的。对，然后膝盖好像有一点点肿肿的那种感觉，那他们就会觉得说，啊，因为可能该膝盖痛啊，以前什么做事情做太多，他们以前做农事啊什么的，可事实上这是环环相扣的。对，所以如果已经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好像有这样的一些警讯啊，就是你觉得你的腿部这边都瘦瘦的，你要赶快去练身体了。真的哈，所以有时候很羡慕那个腿细的人哈，也要注意一下。我们说，哎呀，腿好细，好羡慕，好漂亮，有没有？你都还会注意啊。所以知道讲，其实肌肉的训练很重要。其实泰嘎兄，你去跑步，当然胸起上够你要先暖身，然后要缓和。有时候你跑步也是增加你2只腿的肌耐力。没错。对，那事实上，肌耐力也是可以协助你对于骨头承重的一种分担跟帮助，就会按用给感觉骨素啊真的很重要。因为我就会觉得说，像显常讲的椎间盘突出，会讲你骨头同骨头中间的东西已经凸出来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其实还是可以靠运动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平常姿势的一些维持，至少不要让它变严重。对，没错，至少停止抑制它的恶化。对，那个就是因为已经发生，如果像有些人他们是其他的问题，那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不要让它再恶化。对，然后至少不要让它到手术的这个地步。哦，真的，对。不过共同鸦片其实听起来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我们来总复习一下，都带你有比较能够我们说不要变严重，或者是你现在只是很初期，你还可以预防。因为现在有共同，你前面有那么长的时间，你为什么要拖到后面要进手？是不是去换什么人工关节？所以这边就讲，如何预防骨刺的发生？但用用给偷离，就是椎间盘突出也是一样的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第一个就是。你常常要久坐久站的，就会注意我们久坐通常跟上班族有关，就是上班族久坐。但是再怎么上班哦，你在休息的时间，就譬如说空档，你总要去上厕所，你总要会去茶水间装个水，对，就是你一定会要发生。那如果你真的太专注了，那我就建议大家定闹钟。现在的手机都很方便，都有闹钟，你就让它1个小时响一次，然后你就起来稍微活动一下。然后其实你就是脖子动一动，对，然后手转一转，对，其实这些动作它都很简单，然后它都可以甚至在位置上面做。然后你就是尽量不要同一个姿势太久，不管是久坐也好，久站也好，或者久躺也好，就是久躺，那大概多久？比如说洗完过，比如1小时左右，差不多。如果你是已经有一些僵硬问题的人，我大概建议45分钟就差不多要活动。可是如果你是平常觉得还 OK，你
你就差不多1个小时一定要起来，就是活动一下，不要就是同一个姿势太久。对。然后你就是颈部的话，因为现在大家都低头族，对，所以这个方向很多。把贴有没有？然后稍微动一动这样子。对，那你可以颈部做后面180度的这种活动。这个方向有时候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边怎么很有感觉我现在也觉得很舒服。对，你就是这样子动一动，然后每一个角度，如果你这个角度觉得说，这边有拉开的感觉，你就稍微做停留。对，然后不一样的方向，甚至我们现在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做。对，你就是在活动一下，然后像我们基本上刚刚提到，就是打喷嚏的时候要弯膝盖。对，我们在弯腰的时候也尽量膝盖微弯，给它一点点的空间，不要锁死。对，我们很怕那种锁死，或者是我们在弯腰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下去。那腰如果你本身的椎间盘是比较虚弱的，它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就突出了。对，所以其实也不可以太胖，然后要选择适合的鞋子。就像刚刚医生讲，跑步鞋子很重要。当均衡饮食就是告诉说，其实因为身体的状态是彼此互相影响的。对，比如说你说奶油常常动啊，然后你200公斤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又要重不得重嘛？因为当然这我夸张了啦。好，奶跟医生讲，比如说你常常动啊，你说我没有久重啊，没有久站啊，你说你按皮你行路给使节膝盖的承重就会比一般人重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我觉得这一集时间过很快，马上就剩下没有多久时间就也要结束了，赶快最后30秒，赶快请医师帮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，提醒大家还是要就是多注意。对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照顾身体的概念，所以我们从食物当中，就是你均衡饮食，减少一些身体会发炎的那些物质然后在你的穿着，比方说包包啦、鞋子啦各方面，你就是让身体能够在一个不要一直在负荷的状态，其实你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对，省很多钱。人工髋关节很贵，这个好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太咖啡之后，其实你知道这样子的痛，其实它是一种慢性的，然后让整个人很不舒服。对，好，故说真的你太咖注意哇！今天真的非常高兴，做的像都彭市长也都鸦片同太咖讨论，医师谢谢你，谢谢，要常来节目跟大家多聊一些按冲要骨头的问题。谢谢，子说好，乡亲朋友呢，大家今日该收我停手动态，我们个尽需注意因为它会痛一下，所以抓下夹夹天的一点润头，线上都做润头了。